伊互遐这石头顶落过，伊也无应。耶稣无应因一句话，你甲总督大奇怪。到这期，总督照例放一个犯人和证人，是照因所爱。迄时有出名的犯人，名叫巴列巴，因已经自执。比拉多甲因讲。 恁来我来讨帮多一个人，巴了巴，是耶稣请这基督。因为总督知，因为着怨道才解送耶稣。 才这石头甲长老告诉证人，求放巴列巴灭耶稣。总督对因讲：“恁来我来讨帮多一个人来发连。 情这耶稣的人，我怎样办理？比列多看见无采工，反倒那扰乱，就喷水伫证人的面前洗手。这个艺人的罪我无罪，恁家己打算。伊就放巴列巴互因，已经逼拍耶稣，就发高去顶死伊。彼人煞带伊去一个所在，名高高塔，就是头壳碗的所在。安尼，因就定伊伫十字架顶。
心。